想屋企網絡高級啲，但又唔想使大錢。今日同你分享9種高定工藝，真係使少少錢就可以將質感拉到滿瀉。海棠角45度斜切，無縫拼，邊角順滑，細節盡顯高級。圓弧工藝熱彎圓角，防撞又溫柔，有細路同老人家庭必備。斜切工藝板邊斜薄切，輕盈零壓迫，細單位啱晒。夾心 ABA 18+9+18，三層複合，好睇加好穩陣。形工藝隱藏把手，櫃面簡潔，型格到爆。拉槽工藝開凹槽增層次，光影下設計感滿分。骨格線工藝骨架裸露，通透工業風，個性之選。格柵工藝線條拉高空間，藏燈帶勁有氣氛。斜拼工藝斜切無縫對拼，紋理自然，告別死板。鍾意記得收藏同留言，學到嘢，下次裝修一定用得上。